再來看輕度風颱米克拉瓦近台灣哦，鋒面閣接近閣透西南風，所以全台灣的天氣是攏無穩定。氣象署透早嘛針對雙北、基隆、閣有高雄、屏東等18個縣市發布大水雨特報，嘛提醒講這兩天哦，西半部攏愛特別注意落大雨，部分的所在哦會落大水雨。車道龍積水雨是大間若像用倒的，但是輕度風颱米克拉離台灣較近，氣象署指出，米克拉當地華聯的東風外海要行往北平，佮加上鋒面瓦近佮透西南風，全台灣天氣無穩定，一寡所在較到上大雨。氣象署嘛針對雙北、基隆，也佮有中南部縣市等地區發布豪雨特報，若各地雨水要到禮拜才會較減緩。明後2天持續是受到鋒面的影響，所以各地呢都是容易有一些陣雨或是雷雨的狀況，尤其在西半部、東南部要留意局部的豪雨。那我們在午後的各地山區也可能會有一些局部大雨發生的情形。至於到了週日，隨着鋒面逐漸的北移，雖然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，但是降雨的狀況上面跟前期相比會有比較減緩的情形。水利署嘛針對高雄、屏東甲雙北發布淹水警戒，全台灣有22個鄉鎮區是列做1級警戒。得雨水量的部分，根據氣象署的統計，透早累積上濟是屏東的求助鄉有到450毫米以上，高雄的內門嘛要到350毫米。氣象署是提醒講，這兩天西半部攏愛注意開落這種大雨，尤其南部外山區平地的部分，較會有雨等級以上的雨。在屏東這一帶已經來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級，也就是我們的累積雨量24小時超過了500毫米，而至於在高雄、屏東這一帶，則是大豪雨的等級，在24小時的雨勢上面呢，可能會來到350毫米以上，或甚至我們在短延時的部分會有3小時200毫米這種的情形。那在台南是豪雨的狀況，而在雙北的這一帶也是豪雨的等級。氣象署嘛表示，拜時在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和西南沿海甲馬祖海湧是較懸，另外強降雨嘛可會造成積水甲淹水的狀況，溪水嘛較高漲起來，提醒民眾出門都要注意安全。另外，這禮拜山區的土木含水量較懸，氣象署嘛建議莫去山區活動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